Morden 粟米蘋果節前必看小貼士。泊車小貼士：如果會場附近已經泊滿車，可以先泊響， Access Event Center. 之後坐大會安排嘅接駁巴士去會場，領取免費粟米同蘋果汁小貼士。根據官網，佢哋會響下午1點鐘開始派發熱辣辣粟米同蘋果汁，地點響 Stephen Street 同 Nelson Street 交界。過往經驗可能要排超過1個鐘，真係少啲腳骨力都唔得啊！閣下如果唔方便排好耐，可以淨係排蘋果汁，因為唔使煮會快好多。你仲可以響會場買新鮮粟米返屋企慢慢享用。參加1小時免費觀光導賞團。要參加呢個活動，首先你要響第6街嘅 Church of God. 附近攞飛，派飛先到先得，派完即止，而且逾時不候。預定開車時間之前先去洗手間，因為都要坐成1個鐘頭，而且中途係唔會落車㗎。只限星期六同星期日先有呢個活動啊！我俾大家嘅小貼士就嚟到呢度，到時見。